大哥，前幾次啊，邊個就發出咁個視頻，提議呢在高州成立一條荔枝街。成立荔枝街嘅好處呢就係呢統一管理，衛生有人打掃。第二呢，嗰個價格可以統一得到。馬西在東方市場嗰條路邊裏呢，做嗰啲立咁樣呢，冇統一管理，即係好似嗰啲擺地攤，乜嘢嘅嘢都有。所以講成立荔枝街嘅好處，個對果農啊，對高州荔枝嘅宣傳非常之有作用。比如你愛去採訪下，如果你到荔枝街裏一下子一目了然，現在嘅品種啊，現在嘅品質啊，所有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嘅，係咪？如果你喺嗰啲路邊嗰啲隨便嗰啲人呢，種到拉得來呢，可能10蚊一斤亦有，1蚊一斤亦有，所以講你搞到市場好亂，係嘛？對市場嘅衝擊好大。所以講你成立荔枝街嘅好處非常多個，大家呢就建議睇睇個在高州邊處成立荔枝街比較好呢？大家評論區講一講那個試職地點做荔枝街比較好，好嘛？